13章。如越罪以前，耶稣知影家己离开世间归爸的时阵到啦。伊既然疼世间属家己的人，就疼因到底。食下昏饭的时阵，魔鬼已经将为耶稣的意思下伫西门的囝加略人犹大心内。耶稣知影爸已经将万有交伫伊的手内，佮知影家己是对上帝出来，佮要归到上帝迄位，就离开岛徛起来，脱衫，摕一条手巾下腰，底后将水倒伫盆内，就洗学生的骹，佮用家己所下的手巾拭干。轮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伊讲：主啊，你洗我的骹吗？耶稣应讲：我所做，恁现今毋知，后来的确明白。彼得讲：你永袂通洗我的骹。耶稣讲：我若无洗你，你就甲我无分。西门彼得讲：主啊，不但我的骹，连手甲头也要洗。耶稣讲：凡若洗过身躯的人，只要将骹一个洗，全身就清气啦。你是清气的，总是无拢是清气的。耶稣原知影要卖伊的是一罪，所以讲恁无拢是清气的。耶稣洗完因的骹，就穿衫，佮坐落，对因讲：我向恁所做，恁明白吗？恁称呼我先生，称呼我主，恁讲的无错。我本来是，我是恁的主，恁的先生，尚请洗恁的骹，恁也着彼此洗骹。我互恁做模样，叫恁照着我所做去做。我实实在在会甲恁讲，奴仆袂为住伫主人，找人的袂为住伫找伊的人。恁既然知这个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啦。我这个话毋是指着恁众人讲的，我知我所竞选的是一罪。现在要应验圣经顶的话讲，甲我食饭的人用骹踢我。现今这个事情还未成就，我大声甲恁讲，互恁到代志成就的时阵，通信我是基督。我实实在在会甲恁讲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迄个差遣我的。耶稣讲完这个话，心内忧愁，就明明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学生彼此对看，猜袂透所讲的是一罪。有一个学生是耶稣所疼的，侧身挖进耶稣的怀内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伊讲：你甲阮讲，主指着一罪讲的。迄个学生就说挖着耶稣的行前，问伊讲：主啊，是一罪呢？耶稣应讲：我运一点仔饼互一罪，就是一罪。耶稣就运一点仔饼，摕互加略人西门的囝犹大。伊食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伊的心。耶稣就对伊讲：你所要做，紧做吧。当道的人无一个知影是为什么对伊讲这个话。
有人因为犹大带着钱地，掠做耶稣是对伊讲：你去买咱嫁做所应用的物件，也是叫伊摕什么真济送向人。犹大收了迄点仔饼，立刻就出去。迄个时阵就是暝时。伊既然出去，耶稣就讲：现今人子得到荣耀，上帝伫人子身顶也得了荣耀。上帝要因为家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伊。细囝，我还久有无罪的时阵，甲恁相隔伫咧。后来恁要找我，总是我所去的所在，恁袂会到。这个话我捌对犹太人讲过，现今也照样对恁讲。我赐予恁一条新的命令，就是叫恁彼此相疼。我怎样疼恁，恁也着怎样相疼。恁若有彼此相疼的心，众人就因为这个认出恁是我的学生。西门彼得问耶稣讲：主去叨落？耶稣应讲：我所去的所在，你现在袂会缀我去，后来却要缀我去。彼得讲：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袂会缀你去？我愿意为你放杀性命。耶稣讲：你愿意为我放杀性命吗？我实实在在会甲你讲，过啼的大声，你要3摆毋认我。